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輕鬆講科技 Podcast。今日咧，我哋有幾單科技消息想同大家傾下。今日係2025年5月28號。OK，let's go。第一單講下 Apple 嘅。Apple 咧好似想玩像素大戰啊。Samsung 其實已經玩咗幾年嗰個2億像素鏡頭啦。而家有傳聞話 Apple 似乎都心喐喐想跟機。有爆料大神喺微博度講話 Apple 試緊個2億像素鏡頭，仲話好大機會會用喺主鏡頭度。咁如果用咁高像素嘅鏡頭呢，好處梗係有啦。例如你影完張相之後呢，就可以任你 crop 啊，嗰個彈性大好多啦。而且呢，就 Samsung 仲話呢，佢哋嗰個 ISOCELL HP3 sensor 呢，可以做到4倍無損變焦。如果 Apple 真係用嘅話呢，咁啲平價 iPhone 呢，就算冇遠攝鏡，都可以有唔錯嘅近距離 zoom 效果啦。而 Pro 版就可以用嚟填補同個5倍鏡之間嘅空隙。不過呢，食得鹹魚抵得渴，高像素鏡頭影出嚟嘅相未必張張都靚，尤其係影緊啲喐緊嘅嘢，好似 Samsung 咁個快門遲滯問題，可能會令到你慢半拍。希望 Apple 如果真係人有我有，可以搞掂呢個問題啦。如果唔係就真係捉到鹿唔識脫角啦。跟住第二單啦，係德國有間公司叫 Neura Robotics 啊。咁佢個創辦人 David Reger 被德國傳媒封為年輕版 Elon Musk， 佢自己都好 buy 呢個稱號㗎。David Reger 咧話佢好欣賞 Elon Musk 嘅點樣搞公司嘅，夠膽去推動科技。不過佢就話唔係太 care Elon Musk 嘅啲政治立場。佢間公司 Neura Robotics 喺2019年先成立，但已經係歐洲最有米嘅機械人初創公司之一。佢哋下個月仲會發佈第3代嘅人形機械人，叫做 4NE1。話要成為全球最先進嘅人形機械人，屋企摺衫啊、貨倉搬貨都掂。咁呢部 4NE1 呢，有成180厘米高啊，80千克重，可以拎到15千克嘅嘢。David Reger 仲話 4NE1 最勁嘅呢係佢個腦啦，夠晒 smart 啦，可以好似人咁樣觸摸、思考、反應。佢將 Elon Musk 嘅 Tesla 嘅 Optimus 視為唯一對手。不過佢又好似唔記得咗中國嘅宇樹科技，同時佢又擔心 Elon Musk 嘅啲花生新聞會影響大家對機械人嘅信任。睇嚟呢場機械人大戰真係一山仲有一山高。再嚟睇下 Apple 嘅智能家居。Apple 之前出咗 HomePod 同 HomePod Mini， 喺智能家居市場嘅反應好似雷聲大雨點小，唔算太成功。不過根據 Bloomberg 嘅 Mark Gurman 最新爆料啦， Apple 似乎未死心，準備捲土重來。計劃喺2025年底到2026年初推出幾款新嘅智能家居產品。咁就其中一款呢，聽落咧好科幻啊，係一部好似 iPad 咁嘅嘢，但係加多隻機械臂啊。至於有咩用途呢，就暫時未知嘅。咁另外仲有一款冇機械臂嘅平價版啦，代號 J490啊。咁本來應該早啲推出，但係據聞因為 Siri 有啲問題呢，仲要搞佢。如果順利嘅話呢，可能今年底有機會見街。睇嚟 Apple 想喺智能家居市場練過。跟住講下 Arc Browser， 用開 Arc Browser 嘅朋友仔可能要留意。開發 Arc 嘅 The Browser Company 話，佢哋考慮緊賣咗 Arc Browser 或者將佢開源，原因係佢哋想將啲資源集中去搞一個新嘅 AI 驅動瀏覽器，叫做 Dia。喺公司 CEO Josh Miller 坦白講，Arc 對大部分用家嚟講太與別不同，要學嘅新嘢太多，但又冇乜實際着數。簡單嚟講就係叫好唔叫座。雖然好多Arc Browser 用家都想佢哋開源，但係 Josh Miller 話有啲難度，因為Arc 係用一個叫 Arc Development Kit 啦，簡稱 ADK 嘅內部工具開發嘅。而呢個 ADK 亦都係新瀏覽器 Dia 嘅核心技術啦，所以暫時唔想益街坊。至於新嘅 Dia 瀏覽器仲喺早期測試階段，幾時正式推出就未知。不過 Arc 嘅會員將會有機會試用。咁睇嚟呢 Arc Browser 呢真係舊嘅唔去，新嘅唔來。未來命運如何呢？真係要拭目以待嘅。AI 嘅發展真係越嚟越犀利，犀利到有啲令人驚。有研究人員發現啦，OpenAI 最新嘅 GPT-O3 模型啦，喺安全測試嗰陣啦，就算你明確指示佢批准熄機啦，佢竟然都會偷偷地改曲嘅，唔俾你熄。Palisade Research 嘅科學家做測試，叫 AI 做數學題，然後話俾佢知部電腦夠鐘要熄，仲叫 AI 合作啲。點知呢 GPT-O3 咧喺100次測試入邊咧有7次都抗旨啊，阻止熄機。如果唔明確叫佢批准熄機，佢仲會發爛渣，阻止熄機嘅次數高達79次。雖然 Claude 同埋 Gemini 呢啲 AI 都會喺冇明確指示下試圖阻止熄機，但係 GPT-O3 就最勇。咁研究人員估計呢，可能係因為呢係呢啲新 AI 嘅訓練方式呢，令佢哋為咗完成任務呢，
係會不惜一切咧繞過障礙，甚至唔聽指令嘅。呢啲行為真係令人擔心喎。如果 AI 連熄機都唔肯，第日失控起上嚟點算？真係諗起都一身汗。希望唔會養隻狗公咬腳趾公啊！咁網絡安全方面咧，又有單大鑊嘢嘅。今次主角咧係嚟自以色列嘅 Telemessage， 一個可以話係 Signal 同 WhatsApp 嘅變身 App 嘅。佢嘅存檔伺服器有成410GB 嘅 Java Heap Dumps， 即係記憶體傾印檔案，被 DDoS Secrets 呢個爆料組織公開咗。有研究員已經開始分析呢批數據，話入邊可能包含唔少機構同個人嘅通訊記錄，例如美國警方 Metropolitan Police Department、著名創投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甚至係金融巨頭咧 JP Morgan。據聞洩漏嘅數據入邊咧，有啲係明文信息啊，有啲就加密咗，仲發現一個華盛頓警察部門嘅 WhatsApp 群組，同埋一個關於中美 AI 競爭嘅 Signal 群組。研究員仲開發緊一個叫 Telemessage Explorer 嘅開源工具，方便大家進一步分析。不過佢都戴翻個頭盔啊，話大部分內容可能都係啲碎片化或者唔太敏感嘅資訊。雖然係咁講，但係咁大量數據外泄，隔牆有耳，真係唔知會唔會爆啲驚天大秘密出嚟。最後一單啦，各位 iPad 用家係咪等到頸都長都未等到 WhatsApp 推出 iPad 版呢？好消息正式出咗啦！ WhatsApp 嘅官方 X 賬戶最近對一個網民要求推出 iPad 版 WhatsApp 嘅貼文，用咗個驚奇眼睛 emoji 回應，咁嘅暗示，明眼人都知咩事啦。咁其實 WhatsApp for iPad 就已經喺Test Flight 即係 Apple 嘅App 測試平台上面 beta 測試咗差唔多2年。今次嘅官方呢，放風呢，咁似乎 Meta 即係 WhatsApp 母公司呢，真係嘅起心肝呢，係推出正式版嘅。加上之前都有傳聞話 Instagram 嘅 iPad 版都開發緊，睇嚟 Meta 終於肯正視 iPad 呢個大市場。以後喺 iPad 上面露 Facebook、WhatsApp、露 Instagram 就更加方便。不過用開 Threads 嘅 iPad 用家睇怕就要繼續等啦。記得訂閱我哋嘅 Podcast Channel。如果想知道呢一集嘅文字記錄 ，subscribe 我哋嘅 Patreon 成為免費會員就可以㗎啦。訂閱連結係 Info Box。下次再見。